法王，我对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战争、政治动荡、经济困境、不确定性感到非常沮丧和愤怒。根据您对佛陀教义的理解，您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？我想说，我认为我们是可以用正面的方式转变自心的。正面方式就是常养诸如慈悲心、容忍、宽容等的品质。尽管这些品质是重要又基本的，但我们必须通过遵循这些模式训练我们的心，来常养它们。这样做肯定对自己有极大的利益，而且也会利益其他众生。若如此做，我们就可以让世界更加和平与和谐。我认为我们无法以愤怒战胜愤怒，愤怒只能被慈悲心战胜。作为人类个体，慈悲心是我们心中最伟大的品质。我们必须升起这些品质，并尽力践行之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战胜负面情绪。萨迦赤谦法王摘自《智慧与慈悲》。